下一隻逼近燃眉要配股就係邊隻啊？就係蔚來咯。琴晚又公布啦，又輪到蔚來又配股啦。咁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，蔚來配股同埋比亞迪配股個後向係完全係分道揚鑣嘅。比亞迪配完股之後再創新高紀錄，蔚來配完股之後，我認為佢會一定係跌穿近期嘅新低。蔚來係代表住中國嘅新能源啫，最差嘅業績啊嘛。咁所以點解配完股我就預佢破咗呢個近呢8-9個月一個最低嗰個紀錄。如果我間公司年年賺大錢，你要揾我配股，我咪俾一個好低嘅折讓你啦，4% 啊，5%，你要唔要？你唔要由佢咯，4-5% 嘅 discount 個個都湧住要嘅。但係蔚來，喂，你過去呢7年蝕咗1000億㗎啦，咁你今時今日你又再配股，咁個個咪呃到你最低價啦，8% 啊唔制，7% 唔制，9% 都唔制，啊9點幾個 percent 啊都 OK 啦，敷衍下你啦，你睇下比亞迪一配股400幾億啊嘛，小米一配股400幾億啊嘛，蔚來配股嘅呢價攞得40億，得嗰40億，仲要大 discount 9點幾個 percent，你知唔知40億呢40億可以用幾耐啊？佢啱啱公佈咗個2024年嗰個全年虧損幾多啊？220幾億，咁你配得嗰40億，啱啱好咪夠燒2個月啫嘛。2個月完咗之後就冇，一季都燒6億，冇晒咯。啊，你一季你都輸60幾億啦，咁你嗰40億啱啱好咪就夠燒2個月嘅啫。即係2個月之後嗱又唔掂啦，我又要再配股啦。咁到時配股咧就越配越低啦，又係大 discount 啦。咁所以一路都係咁樣跌法㗎。由呢一個蔚來 IPO 由第一日開始，我都話我唔會買呢隻股票，一路至今時今日4年幾啦，我掂都未掂過啊！買蔚來，你一路係咁輸錢，創食紀錄新低嘅意思，即係話過去呢4年以來，你任何一日買咩嘅價錢都好，你都係輸㗎。呢個就叫做創紀錄新低啦。